10月16日，饒恕復和。經上記着說：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，總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饒恕。歌羅西書3章13節上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嫌隙是因不滿別人嘅行為或態度而產生嘅裂痕或仇怨。英文聖經國際版將此翻譯成埋怨或怨言。它描述了人與人之間因誤會或不滿而產生嘅隔閡與情感疏離。這類埋藏在心中的不滿確實影響肢體之間的親密關係。不過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亦難以完全避免這種情況嘅出現。唯有藉着經歷主耶穌嘅饒恕，人才能謙卑地靠主進到彼此包容、彼此饒恕嘅地步。如果真的想處理好這些嫌隙，我們可以祈求主嘅憐憫和恩典為我們開路，並專心等候他在我們之間作修補嘅工作，然後以行動配合主嘅帶領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主啊，我哋把那些在關係上出現緊張情況嘅人事交託俾主，求主掌管佢哋嘅心思意念。主啊，倘若我哋與人有嫌隙，總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饒恕。主怎樣饒恕了我們也要怎樣饒恕人。不但如此，我哋也要彼此認罪，以致我哋能有溫柔謙卑嘅樣式，不堅持己見，讓我哋在神嘅愛中互相接納，正如主接納我哋一樣，使我哋有能力彼此代求，互相祝福，使我哋嘅心靈都可以得着醫治。既然我哋有恩典能奉主嘅名禱告，又能經歷主嘅饒恕、更新和醫治，現今我將所有家庭及人際關係出現問題嘅人事交俾主，願主嘅饒恕使佢哋得着釋放，從主嘅話語中得着更新嘅意念，使佢哋喺困境中得着轉機和出路，在一切回轉中得着主嘅醫治。主啊，求你興起更多基督徒為呢啲有困境嘅家庭守望，藉着禱告祈求，將佢哋嘅難處交俾主，讓佢哋能經歷在活人之地得見神嘅恩惠。願恩惠平安常與所有家庭同在，願主大愛激勵人心，人人喜悅作正確的事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感謝神饒恕了我們，叫我們有能力饒恕那些得罪我們的人。